伫咱要开始大声今仔日的讲道进前，咱要首先用一首诗歌来对主讲：主啊，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，因为咱的生命需要有主来做咱的根基，做咱活命水的源头。无论你伫这礼拜，你伫工作上、伫家庭，或者伫你的身躯有啥物重担，咱拢要做伙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来对主唱出：主啊，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，求阿爸爸你的灵亲自临在。主，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予我会当遵探你旨意。我要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，做无唱的歌，才做我较情的着。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困难，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。因为知影有时我犹原软弱，求你引带我，予我无论心倒退。我需要有你伫我生命中，通予我一生，也是你的关心，予我通吃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予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荣耀。要有你伫我生命中，通予我一生，也是你的关心，予我通吃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予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荣耀。是啊，主，我需要有你伫阮的生命中，通成做你荣耀的器具。本周已经进入大港节的第2礼拜，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和平。愿主的平安临到伫咱的心，临到你的家庭、我的家庭、教会，甲这块咱所听的土地，只是咱要安静咱的心来祈祷，帮助献上咱的敬拜。那要邀请咱做伙为着下面的几项代志来祈祷。首先，来为着你个人的生命更新、圣洁来祈祷，求主赦免洁净，咱莫承认伫思想、伫言语、伫行为中有得罪上帝所在。恳求圣神更新甲充满，互咱全身得到快乐，有渴慕上帝话语的心。也求主帮助咱活出圣洁的见证，伫家庭、伫职场、伫教会中，正做主的光，甲验咱做伙，为着你个人的生命更新来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万物的主，我敬畏感谢你。这时恳求主赦免更新阮的生命，洗净阮的心灵，叫阮带着清洁、圣洁、谦卑的心，专心来敬拜你。恳求主圣神充满，引带阮专心亲近你，独独渴慕听候你圣洁的主。阮将家己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通专心来面对你，活出你所赐新的生命。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命来求。煞者咱要为着家庭、父母、亲子关系来祈祷，恳求主赐下平安合一，互家庭
成员通彼此体谅、尊重，三夫妻。那恳求主加添父母有智慧甲听心，互父母伫教养囝儿顶面有智慧，彼此相听有耐心。也恳求主引带咱的亲属关系，互囝儿通尊敬父母，亲像同心来敬拜主，家庭蒙福。这是咱做伙为着咱的家庭、咱的夫妻、亲子的关系来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设立家庭，各种家庭放伫阮的生命中，做阮互相相听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包容的所在。感谢主，用你无限的听甲赦免，眷顾阮每一个家庭，互阮的家庭成做彼此学习、阅读、听的好所在，通代代传扬你奇妙稳定的作为。愿阮每一个家庭，拢愿意为你做工做盐，专心敬畏你，见证祈祷，愿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煞接咱要为着普世宣教事工以及富强教会设教50禧年的宣教仪式来祈祷，恳求主赐下平安甲合一，恳求主。会当来带领咱伫国家，伫咱的这个宣教的事工，求主开启福音的门，互福音会当广传伫各地，咱的百姓会当得到救恩，也为着富强教会设教50禧年的仪式来祈祷，求主使用富强教会，成做地方甲世界的祝福。也为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参与宣教甲服侍来祈祷，求主赏赐智慧、勇气以及合一的心，彼此同心来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。那这是咱要为着教会普世的宣教事工，以及咱富强教会50禧年的宣教仪式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你是宣教的主，愿感谢你对万民的听，恳求你坚固普世宣教事工，互还未听过你名的人会当紧紧听到救恩的声音来敬拜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原是一群蒙福的囝儿，伫这个欢喜准备迎接富强设教50禧年的感恩时刻，愿恳求主彰显富强教会的宣教仪式。兴起咱的长职、团契、首长、组长、信徒、甲牧师团以及咱的干事，做伙成做上好的同工团队，也恳求主使用富强教会，成做你拍开福音大门的出口，互阮用祈祷、用实际的行动来加入宣教的行列，参与教会、社区、团队所推动的事工，彼此同心合意。兴旺福音，愿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主，我需要你伫我的生命中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互我会当遵行你旨意。我要将你的
选种的通得到帮助，互受压制来得到伸冤。求你刷开社会中对立甲纷争，互百姓通彼此体谅接纳，用和平来代替斗争，用真理甲听，亲像种子伫咱这个土地生根布芽。恳求主保守台湾这个岛屿平安，互教会正做和平的器皿，盼望的顶台。阮真满心为着阮的国家社会的公义甲和平，伫你的面前，安尼当心开声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最后，咱要为着今早起教会的组织敬拜来祈祷，恳求阿爸爸圣神同在伫咱的聚会当中，互兄弟彼此拢会当用安静的心、专心的灵来听候敬拜上帝。也恳求主使用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互信息来带领大家明白真理、敬神使命，也祝福伫今早起所有的服侍甲事工，互咱的服侍当中智慧、力量、合一的心，咱的教会得到丰盛甲稳定，咱做伙为着今早起这个主日的敬拜、聚会以及咱的服侍，咱当心来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下祈祷、敬拜、而乐是运行的教会，保守看顾今早起这个主日礼拜的停事一切顺遂。恳求主用你的真理来教我后事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，有听的有受教、受感动的心，伫敬拜中通家己三主生命得到改变。阮将今早起的主日敬拜。交托伫阿爸爸你的手手，求主你来掌管，听阮的祈祷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听咱祈祷的声，咱祈祷的声，上帝拢有听到，因为咱的上帝是，咱的上帝是，要请咱做伙起立，甲你的厝边隔壁讲，咱的上帝是。